好，来继续来看大潭超大的议题。讲行政院明仔载真有可能会来宣布着新的方案，会甲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向外围推设着1公里。这个真爱超大公道的带头潘中正，今仔日就广播节目再一次来强调讲未来接受，而且伊阁来透露讲，顶礼拜到总统府，甲总统来面谈，这环保团体并无伤济发言的空间。 潘中正上广播节目讲伊的心内话，讲顶礼拜四用款团的身份和蔡总统面会，款团发言的时间真正伤少。我们大概每个人就是3分钟发言，其实30几分钟呢是由曾文生次长去做一个有关于气候变迁还有能源转型的报告。在面会过了后，率团出有的环保团体愿意把态度放落弄，咁潘中正坚持不退让。他们不可能跟曾文生有共识，可是说起来呢，他现在就是把我打成一个孤鸟让我完全被孤立起来，让大家去觉得整个公投呢就是潘忠正一个人在恶搞。其实我没有这个能力。总统大选前，我也曾经到他的场子。 我把海报一弄出来，不到10秒钟就被压制。佮讲家己伫咧蔡英文大选进前，就要去压牌啊，即马声音煞嘛是无互听到。潘中正嘛伫咧人面册写讲，会保护有权者，煞佮亲像是一个外人。4月2日第4摆见总统，应该顿多才对。 到第3次的时候，你可以来拍桌子。我第4次是不是更可以拍桌？就算提出向外刷1公里，潘中正嘛是无可能接受。海草大的难题，敢会当交予公投来做决定。